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政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文说字，新闻咧甲你报道讲，当年9月到过当年的5月，桃园的苦厝港湿地，拢有上千只的大鸟飞来到遮。因为气候变化，会飞来到台湾，咱讲的即款鸟只，普遍的无论倒一种的形状，无论倒一款的鸟啊，咱拢称呼伊叫做大鸟。当然，也有人讲叫做过冬鸟。来过冬的鸟站，啊，即句大鸟，国政今日要来甲你探讨，这是对日本话来的。日本话讲叫做瓦达利托利。啊，因为永早真侪遮的作词家咧写台语歌词的时阵，直接扣日本话来运用。我比一个上简单，大家拢捌听过的歌，讲叫着我，叫着我，黄昏的故乡不时咧叫我，叫我，就是流浪的人，无厝的大鸟。经过文学先生用秋人这个笔名来作词，此后大家就知觉讲，原来流浪的人、黄昏的故乡，声声句句在咧叫，就是咧叫无厝的大鸟，就是咧叫气候变化要飞来飞去这款的大鸟。这句言词永早台语无，普遍的无啥人咧讲。有人讲过冬鸟，毋过另外别种的讲法都毋捌听。啊，毋过。经过作词家妙手运用，咱对日本话扣过来，讲大鸟。即摆大家敢无讲拢听有？啊，即个例毋是单独一个案例呢。国政搁再举一个例，日本话讲叫做海鸟，原来作词家扣落来讲，这就是讲叫做海鸟。哦，国政啊，海鸟毋是海顶，咱看着讲安尼，伫咧飞海岸安尼生飞来飞去，即款鸟讲叫做海鸟。敢原来日本话来，认真来甲想。日语原来有一句话呢，永早作词家原来有写这款歌词呢。你像讲叶俊麟老师捌写一条无野的灯塔歌词，敢无讲为怎样海鸟哀啼扰乱阮的耳？啊，这句嘛，互落尾的作词家继续采纳、继续运用啊。唐飞无一条痴情大西港，伊歌词嘛是讲海涌波浪，熊熊拍醒阮的乱梦，亲像海鸟叫你出航。啊，这海鸟这个例讲完，共款伫海面的景致，国政搁再举第三个例，就是日本话讲叫做游击里夜舞。共款叶俊麟先生原来甲扣入来写台语的歌词。无聊的男性这条歌内底歌词敢无讲夜舞又是带着满过去，冷冻阮流浪里。是啦，夜舞嘛是永早作词家对日语扣来运用的元素。这国政今日甲你讲大鸟，甲你讲海鸟，甲你讲夜舞，互你做参考。单纯就是要来说明讲，台湾话的言词有真侪对日本遐扣来，台语的言词来源都变化，啊，台语的歌谣的字句打动人心。